書24章第9年10月初10，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倫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將這日記下，要向叛逆之家設比喻，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，將鍋放在火上，放好了，就倒水在其中，將肉塊，就是那一切肥美的肉塊，腿和肩都聚集在其中，拿好的骨頭裝滿把鍋裝滿，取出羊群中最好的，將柴堆在鍋上，便開開滾，好把骨頭煮在其中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禍哉這流人血的城，就是長銹的鍋，其中的銹真未除掉，卻要肉塊在其中取出來，不為拈鬮。城中所流的血倒在淨乾的磐石上，不倒在地上，用土掩埋。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淨乾的磐石上，不得掩蓋，乃是出於我，為要發屈怒，施行報應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禍哉這流人血的城，我也未必堆大火柴，添上木柴，使火着旺，將肉煮爛，把湯熬濃，使骨烤焦，把鍋倒空在炭火上，使鍋其熱，使銅燒紅，溶化其中的污穢，除淨其上的銹。這鍋爐轆所長的大銹乃未除掉，這銹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。在你污穢中有淫行，我潔淨你，你卻不潔淨，你的污穢再不能潔淨，直等到我向你發屈怒止息。我耶和華說過的必定成就，必照這話而行，必不返回，也不顧惜，也不後悔，也必照你的舉動去審判你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我要將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，你卻不可悲哀立哭，也不可流淚，只可嘆息，不可出聲，不可辦理喪事，頭上也不可勒頭巾，腳穿着乃穿鞋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吃喪的食物。於是我將這事告訴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就死了，次日早晨我便遵行儀命。百姓問我說：你這樣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你不告訴我們嗎？我回答他們：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你去告訴以色列家，主耶和華如此說，我必使我的聖所，就是你們你們勢力所誇，眼裏所喜愛，心中倒愛惜的被褻瀆，然而你們所遺留的兒女必倒在刀下。那時你們必行我僕人所行，不蒙着嘴唇，也不吃喪的食物。你們乃頭上紮頭巾，腳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號，因為你們自己罪孽對嘆息漸漸消滅。以西結必照這樣為你們作預兆，他所行的，你們也必照樣行。
那時來到，你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。人子啊，我除掉我們所依靠、所喜愛的榮耀，卻眼中所喜愛、心裏重看的兒女，那日逃脱的人，豈不來到你這裏，使你聞這事嗎？你必向逃脱的人開口說，不再啞口。你必這樣為他們作預兆，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